本影片新增多聲道配音，大家可以係右下角嘅設定圖案，選擇你中意嘅聲線嚟睇雞髀嘅影片。請注意，本片由無感情嘅AI配音，並有粗俗用語，不是為兒童而設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多謝以上嘅金主嘅鼓勵同支持，大家記得按下訂閱先唔會錯過之後關於黐卡哇同自嘲紅嘅資訊。故事一開始，栗子饅頭隻耳仔唔見咗，風師爺見到就嚇到跳起，就問佢發生咩事。栗子饅頭就話呢排天氣濕熱，生咗一大班冇人性嘅蚊出嚟，咬到我差啲變咗豬頭炳，隻耳仔咬到勁痕，所以先至收埋隻耳仔，費事俾蚊咬啫。小八咁啱經過同佢哋食蟹嗰陣，風師爺就發覺冇耳仔嘅栗子饅頭同小八個髮型一模一樣，好好笑。之後小八話要返去攞個相機返嚟影張相留念。過咗一排，風師爺趕住喺天黑之前返屋企食飯，點知走嘅時候咁啱又遇到小八，風師爺就笑住今次真係冤家路窄，六合彩又唔見我中頭獎喎。小八就話上次影嗰張相有得睇啦，於是就係屎忽窿攞咗張相出嚟，叫風師爺睇下係咪好似樣。突然間附近條街着晒彩燈，小八以為附近有祭典，就叫埋風師爺一齊去八卦下，如果有好嘢食就一齊食盡佢。佢哋兩個沿住條彩燈路行到去一間寺廟，見到成班戴住亞龜面具嘅小可愛圍住堆火邊唱歌邊跳舞，小八就話佢哋跳緊猛男盤舞，就叫埋風師爺一齊入去跳。佢兩個越跳越開心，跳跳下就發現遠處有個熟口熟面嘅物體，好似大爺咁坐喺祭壇上面，望真啲原來係栗子饅頭。佢兩個就大嗌：栗子饅頭，你係上面搞乜鬼呀？同我落返嚟一齊玩。點知有個面具佬走埋嚟，細細聲同佢兩個講咗啲嘢，嚇到小八大嗌咗出嚟。原來栗子饅頭俾班面具佬當咗神咁拜，係咁話神明降世，仲叫栗子饅頭做福神大人。小八同風師爺就心諗，縮埋咗耳仔嘅栗子饅頭又真係幾似福神嘅，不過佢係俾蚊咬到撲街先至縮埋啫。見到面具佬不停斟酒俾栗子饅頭飲，飲完就勁舒服勁興奮，左搖右擺，就話原來做神明真係好幸福呢，就決定走埋去問下栗子饅頭收唔收徒弟，諗住從中呃飲呃食。點知上到去就發現栗子饅頭雙腳原來俾人綁住咗，同埋頭先左搖右擺唔係興奮，係掙扎至啱啊！小八就諗起佢同肥痴之前喺三星餐廳救咗流星嗰單嘢，就笑住呢個難題好易解決啫，等睇我表現啦！仲大嗌佢個金句，就一嘢推栗子饅頭個腳板底，點知咔一聲，痛到栗子饅頭大嗌出嚟。原來栗子饅頭隻腳唔係100%脂肪做，入面係有骨頭噶。係佢兩個研究緊點樣走佬之際，面具佬衝咗上嚟，大嗌唔准觸碰神明，就夾手夾腳趕小八同風師爺走。小八大嗌你哋搞錯晒啦，佢係俾蚊咬到咁嘅樣咋。最後成班面具佬就將佢兩個當垃圾咁抌出寺廟，之後就走返去堆火度繼續唱歌跳舞侍奉神明。風師爺就話嗰班福神信眾係黐線噶，根本就唔會有佢所講嘅幸福。我哋要諗下計點樣將佢隻腳掹翻出嚟。突然間風師爺靈機一觸，就諗翻起佢之前去做交通督導員嗰陣，搞到車毀人亡嗰段時期，對安全鞋成日都會跣出嚟，可能嗰陣成日去浸溫泉，所以消除咗腳腫。又諗起之前溫緊踢酒症嗰陣，就發現飲得酒多會導致腳腫，就即刻同小八講一定係腳腫先搞到咁。你知栗子饅頭本身係一個酒鬼，佢每分每秒都係到飲緊酒，所以隻腳先至會腫得咁勁。小八終於明風師爺想講啲咩，只要消咗腫就可以救到栗子饅頭出嚟。傾咗一輪之後，就即刻跑返去揾栗子饅頭。去到火堆嘅前面，見到成班面具佬望住佢哋兩個。風
風師爺就細細聲講呢度交俾我啦，就吸一大啖氣，就超級大聲唱おじ自慢のオリオンビール首歌，打亂晒成班面具佬嘅節奏。小八就趁呢一刻走去營救栗子饅頭，小八即刻匿埋喺栗子饅頭後面，叫栗子饅頭唔好出聲，同埋要照做佢所講嘅嘢。就係咁，小八就教佢消除腳腫嘅伸展運動。栗子饅頭不停將隻肥腳收緊同放鬆，同時又將兩隻手大幅度旋轉，個頭360度不停自轉。風師爺見到栗子饅頭好聽話咁做伸展運動就偷笑咗，而其他面具佬見到咁嘅畫面就呆咗，以為神明聽到首新歌勁開心，就決定跟住風師爺首新歌嚟唱。風師爺就笑住，你哋唱錯晒歌詞啦，係高高地唔係飽飽地。小八見時機差唔多，就決定一嘢將栗子饅頭隻腳扯出嚟，點知佢隻腳仲係好腫，痛到大叫，成班面具佬即刻望住栗子饅頭。風師爺心諗那嘢發現咗添，即刻腦筋急轉彎轉唱第二首歌，叫ガツパパイナップル。好在成功吸引翻面具佬嘅視線，而小八心諗淨係靠栗子饅頭做伸展運動搞唔掂，就決定親自落場，親自幫佢做個全身按摩，就用係海賊老師學翻嚟嘅降龍18掌起勢咁打落去栗子饅頭背脊度，打到栗子饅頭背脊骨落，大嗌小八個金句，再用巴西柔術嘅背摔一嘢扯翻佢出嚟。今次終於成功解救咗栗子饅頭，不過栗子饅頭雙腳綁得太耐腳軟，要靠小八扶住先至行到。可惜走佬嗰時俾成班面具佬發現，即刻跑過去捉住佢哋。風師爺同小八一路扶住栗子饅頭，一路就覺得自己隻腳好似裝咗摩打咁跑得勁快。不過大家睇真啲，就會發現栗子饅頭稱起咗佢兩個跑空氣，而實際上佢哋係跑得勁慢。話咁快面具佬已經追到佢哋，仲包圍住佢哋唔俾走。其中一個面具佬扯住栗子饅頭隻手，大嗌唔交神明出嚟，福氣就唔會降臨。風師爺就話你哋搞錯晒，醉酒佬唔係神明啊，你哋睇清楚先啦。後面班面具佬大嗌無可能，兩班人起勢咁扯，就嚟將栗子饅頭兩馬分屍之際，栗子饅頭嗰兩隻耳仔突然彈翻出嚟，終於變翻平時個樣。面具佬見到咁嘅情況又呆咗，終於發現成單嘢搞錯晒，就同翻佢哋三個鞠躬道歉。係佢哋三個以為件事終於搞掂之際，其中一個面具佬睇中咗小八個笑容，同福神大人好似，就大嗌係佢啦。小八心諗又搞乜嘢啊？面具佬就將小八兩隻耳仔接埋，又大嗌神明降世。之後成班人拖走咗小八，小八大嗌救命啊！可惜嗰時嘅風師爺同腳軟緊嘅栗子饅頭冇力拯救佢。經過咗唔知幾多個世紀，小八終於逃出生天，就同肥黐講翻差啲變咗神明呢件事。肥黐就問小八有冇受傷或者俾人虐待之類，小八就哎咗一聲，就多謝肥黐關心。咁啱佢兩個望到天空有隻鬼蜻蜓飛過，突然間佢變咗隻蝦秋刀魚。小八同肥黐肚餓，即刻爬起身話要捉佢嚟食。故事就去到呢度完。總結下今篇故事同個人見解。今篇故事主要講栗子饅頭俾一班神明狂熱分子睇中咗，班人以為佢同神明個樣好似，就捉咗佢去祭壇禁錮，日日拜佢求福。好彩遇到小八同風師爺，奮不顧身救翻佢出嚟。而咁荒謬嘅情節背後，其實亦暗串緊一啲盲目崇拜嘅信徒，佢哋為咗追捧一個表面似神嘅存在，根本唔理個神係真定假，亦冇顧過佢嘅感受同自由。所以話虔誠同邪教有時真係一線之隔。至於嗰班面具佬戴住個亞龜面具，其實係大有來頭。佢係日本傳統文化裏面代表女性嘅角色，特徵係圓臉、鼻低、負離子頭髮、面珠燈飽滿，象徵福氣、長壽同家庭幸福。
而火男就代表男性角色，個樣特徵係塊面好似俾人兜巴星打歪咗，嘴唇翹起，鬥雞眼唔對稱，象徵幽默同好運，同火神信仰有關。如果大家有睇《鬼滅之刃》，刀匠村裏面大部分人戴嘅就係火男面具，所以呢兩種面具經常出現喺祭典同鄉村表演，寓意歡樂吉祥。而信徒唱緊福來林。唔係大家心諗嗰種 pop music， 其實佢係日本好出名嘅日光山能王子廣告歌，每次過年嗰陣都會用呢首歌做廣告，幫寺廟宣傳下，順便幫大家祈求好運。而近年爆紅嘅原因，就係多得黐卡哇嘅加持，搞到網絡上不停討論呢首迷因神曲。另外，每逢有瘋師爺出場嘅部分，都會帶出啲沖繩文化資訊俾大家。今次就有兩首關鍵歌曲值得聽聽，分別係おじ自慢のオリオンビール同ガツパパイナップル。二首おじ自慢のオリオンビール係由沖繩別嘅樂團係2002年推出，仲成為沖繩當地最有名オリオンビール廣告主題曲。推出咗之後即刻紅到爆燈，仲變成沖繩嘅代表歌曲之一。總結嚟講，呢首歌就係充滿沖繩味，聽咗之後會俾人覺得好溫暖、好放鬆，好似海風吹緊一樣，即刻想整返支啤酒聽住飲。第二首歌就係ガツパパイナップル。佢係沖繩名護市一個叫名護鳳梨園主題樂園嘅廣告主題曲，只要聽一次，嗰個旋律同歌詞就係你個腦入面不停溜，而且有勁多嘅版本，由最原本嘅廣告歌，後來仲有 DJ 混音版、電音版，連佢哋嘅吉祥物 Pepino 都有唱過。如果你好奇想知佢點洗腦，可以去名護鳳梨園嘅官網睇睇佢嘅 MV， 包你睇完一定唔會後悔。相信大家睇完呢個故事都會有個大疑問，小八最後俾面具佬捉走咗，瘋師爺同栗子饅頭到底有冇救到佢？查實到而家都未見有漫畫交代，應該係老師特登留白，等大家自己腦補。至於鬼蜻蜓同蝦秋刀魚嘅隱喻，我覺得老師可能借咗秋刀魚嘅意象，因為秋刀魚係日本秋季嘅靈魂食物，象徵豐收同實在嘅幸福感，暗示角色由虛幻嘅神明世界回歸到真實而美味嘅人間。粵語版嘅黐卡哇栗子饅頭祭典篇解說大致係咁多，歡迎大家留言對呢篇有啲咩睇法，中意嘅俾個心心同訂閱呢個頻道支持下，仲有記得 share 俾更多中意黐卡哇或自嘲紅嘅朋友睇。最後送上栗子饅頭祭典篇主題曲俾大家欣賞。